感情嘛，慢慢相處就有了嘛。我爸我妈还不是，結婚之前誰認識誰呀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他們現在怎麼樣？現在好着呢，老兩口。所以啊，我覺得哈，老婆呢，只要人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個有句成語4個字的，怎麼說來着？就時間長了，就感情就好了。那個日久生情。哎，對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。想不到你小子說的話還有點道理啊！走，哥帶你去吃好吃的。這家餐廳啊，排隊都排不上。真的？一會兒就知道了。哎，這麼晚了，我都真的餓了。哎，我知道呀，有一家新開的烤肉店特別好吃，我們一起去吃吧。那我們還等什麼呢？走吧。哎，不過說好了，今天晚上必須我來請客，请你給小姨個機會，表達一下這些天對你的思念。我說我怎麼就那麼愛你呢？走吧，服務員買單。啊，那你今天早點休息，明天我再來看你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就說嘛，這家店那麼好，等到現在還沒排到我們倆呢，是時候了。我快餓死了。顧總，裡面請。哎呀，好像是顧先生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顧先生，顧先生呢？行，好好坐着排队吃飯呢。顧先生跟你有什麼關係？你不知道啊，顧西城可是神龙集團的继承人，国內排行第1的钻石王老五。不過他这人很有個性，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，我都沒見過他本人長啥樣呢。哎，據說他結婚了，可能這次老婆也來，你讓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薇，你現在怎麼這麼八卦呢？不是我八卦，這位少爺一結婚，得有多少女人為他心碎呀？哎，我已經餓得不行了，我要出去吃飯了。啊，別換，都快到我們了。哎呦，我要死了！不行，都快到我們了，別走了。我回來了。睡得太早了。哎呦，顧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顾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呀，我想干什麼就幹什麼，你管着嗎？有時候想想，我覺得你真可憐。是嗎？說說看。除了錢之外，你一無所有，每天只能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花天酒地。那你呢？你嫁到我們家不也是為了錢嗎？你別在我面前裝清純，綠茶婊。顧醫生，你說什麼？綠茶婊？你混蛋！你才綠茶婊呢！你說話客氣一點，你太過分了！就是綠茶婊，你才綠茶婊！你就是綠茶婊！顧西城，這個其實是那個，不是我。
假的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吧？你看假的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，除了头发，还有什么是假的？顾兄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跟你解释，顾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顾兄，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求你了，放开我！别跟我装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哪儿是假的！放开我，顾兄，顾兄，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求求你了！我就不放！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我没有。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老夫人好。哎，小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。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嗯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听我的，景熙那儿啊，我去跟他说，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你还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来，吃早饭。嗯。